伯，听说您的儿子回乡啦。阿爸，聽講日來搬咗嚟種下嚟係麼？阿爸，聽講日來搬咗嚟種下嚟係麼？是啊，我儿子回來協助果園工作。係啊，我來將來聽做果園嘅社頭。係啊，我來將來聽做果園嘅社頭。俊宏真的很認真。盡份有人當認真，盡份有人當認真。是啊，俊宏的認真我都看在眼裡。係啊，盡份有認真，我做下有看到。係啊，盡份有認真，我做下有看到。我想給他一塊果園，好好經營。我想本期一口果園好好做。我想本期一口果園好好做。今天就是想跟你請教。今晡日是係相同唔請教，今晡日是係相同唔請教。是不是可以協助測量我們家的土地呢？很係是的聽手測量我家嘅土地呢。很係是的聽手測量我家嘅土地呢。可以的，這是土地鑑界的業務。是的啊，這係土地鑑界嘅業務。是的啊，這係土地鑑界嘅業務。哦，請問可以一起丈量我的農地裡其中一小塊的土地面積嗎？請問是的向下丈量我嘅農地其中一小塊嘅土地面積嗎？請問是的向下丈量我嘅農地其中一小塊嘅土地面積嗎？不好意思哦，只能針對您地級線的外圍土地周圍的界線測量。歹勢呢，但請是的針對那個地級線嘅外圍土地周圍嘅界線測量。歹勢呢，但請是的針對那個地級線嘅外圍土地周圍嘅界線測量。我們無法提供使用面積的測量。我哋無法度提供使用面積嘅測量。我哋無法度提供使用面積嘅測量。好的，我明白。好，我了解了。好，我了解了。您是土地所有權人嗎？是我本人。唔係土地所有權人？係我本人。唔係土地所有權人？係我本人。這幾份資料先提供給您，上面都有注意事項供您參考。這幾份資料先本園，地圖做下有注意事項本園參考。這幾份資料先本園，地圖做下有注意事項本園參考。好，請問辦理土地鑑界的測量規費怎麼計算？好，請問辦理土地鑑界嘅測量規費用算算？好，請問辦理土地鑑界嘅測量規費用算算？土地鑑界是以每公頃為計費單位，每單位是新台幣4000元。土地鑑界係用每公頃做計費單位，一單位係新台幣4000塊。土地鑑界係用每公頃做計費單位，一單位係新台幣4000塊。不到1公頃的話，以1公頃來算。冇拿1公頃計法，用1公頃來算。冇拿1公頃計法，用1公頃來算。如果超過1公頃呢？假使超過1公頃呢？假使超過1公頃呢？超過1公頃的話，每增加半公頃就增收2000元。超過1公頃計法，每增加半公頃是增收2000塊。超過1公頃計法，每增加半公頃是增收2000塊。增加不到半公頃就算半公頃。增加冇拉半公頃是算半公頃。增加冇拉半公頃是算半公頃。如果面積超過10公頃，就要依實際需要計算。假使面積超過10公頃，是要照實際需要計算。假使面積超過10公頃，
需照实时需要计算。提醒您记得要买戒装哦。提醒园记得要买改装哦。提醒园记得要买改装哦。我了解，谢谢你。我哋咧，老咱园，我哋咧，老咱园。